非遺小課堂。大家好，你知道中國擁有超過1500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嗎？今日會介紹當中比較為人熟悉的火文化類民族表現，常見係元宵、祈福、驅邪、慶典同埋重大儀式，用火或者火花做核心元素，並融合當地特色嘅舞蹈、音樂同埋工藝等，體現中國傳統社會對火嘅崇拜同美好展望。炭花舞來自湖南農回嘅傳統舞蹈，表演者舞動竹竿，甩出裝炭嘅鐵絲籠，火星飛舞如游龍翻騰，動作剛柔並濟。呢個係火與舞嘅結合，傳承咗古人狩獵同生活記憶。打鐵花係中國逾千年歷史嘅民族表演，以河南、山西最為流行。匠人將1600度高溫鐵水猛力擊向高空，鐵水四濺，如火樹銀花，場面壯觀，寓意驅邪納福、國泰民安。火老虎係安徽列入國家級非遺嘅舞蹈，表演者着上插滿禮花根嘅虎衣，同手持火棒嘅打虎人激烈對決，火花四濺，場面壯觀。呢門技藝融合舞獅、武術同民族儀式，寓意驅邪納福、保家護村。中國嘅火文化類民族表現，不單止展現咗中華民族對火嘅崇拜同智慧，更加係維繫民族情感、增強文化認同同社會凝聚力嘅重要載體。呢啲非遺項目係中華文明綿延傳承嘅生動見證，都令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項目嘅國家。今日嘅非遺小課堂就先分享到呢度，下次見。